继续来到南投，庄卡所在即卖讲，互狗舍母甲头真大，因为暖冬佮加上落大雨，破坏到狗舍栖息地，所以狗舍拢撞出来，甚至爬入去徛架做秀。参这个车停伫个树仔骹，嘛互狗舍攻占，民众是非常的困扰。高雄镇公所是紧急购买狗舍药啊，发予民众，讲用冰洗、掺糖，佮按照比例来加水，放伫个壁角啊，就会当有效来减少到狗舍数量。涂骹拢是狗舍，甚至连徛架壁顶嘛，拢总是狗舍，敢若看都互人的头壳皮反麻。当然困扰咯，有诶安尼看伫定咧行几百公尺安尼。因为暖冬甲落大雨影响，南投今年这款乌狗舍会爬入徛架密户，互民众真困扰。乡公所各用冰洗糖甲水，依照1:10:40的比例伫头，这款字讲会使有效减少乌狗嫌。大概这试一个讲啊吼，咱甲这包摕起来以后，慢慢甲倒入去吼，锁起来以后，切的吼，完成咱这个准备要封治的这个物件吼。这款乌狗舍因为落大雨的关系，最近嘛扩散到市区，民众伫厝内除了讲用字来防治，嘛使用会使分解食物性的清洁剂透水了后，喷这入到厝内狗舍，会使降低灾害。